机会一律衰乐苦，八风吹不动。那个苏东坡跟火影禅师的故事呢？苏东坡自认为他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林。八风是称机会一律衰乐苦。起手机念作起手天中天，天中天是指佛陀呢。起手天中天，毫光大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但是火影说他放屁然后他就跑过长江去跟火影禅师理论了。所以说写出来的境界跟实际修道的境界不一样。